后来这件太老爸无头的分尸案，本地敢若有身躯无头无骹无手。上新的消息，拄在2点50分左右，伫个排水沟的下游已经找到死者的头壳了。咱回头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警方，张接到分尸的通报，随来调到监视器，一个来比对，发现这个姓胡54岁男子涉嫌重大，直接就到伊的厝内去抓人。伊看到警察上门，真无配合，情绪是真激动，大声来求讲哦，真叫伊欺负阮母啊！伊讲平常时住伫台中的老爸倒来永和，佮甲老母来家暴，讲话来侮辱老母，伊真唔甘老母才会来痛下毒手。面册拢是骑脚踏车四界看风景的相片，互人阳光运动的正面形象。总是笑嗨嗨翕相的幸福的查甫人，说杀害家己的亲生老爸，佮甲分尸。不错啊，很老实，年轻人。来到嫌犯大的所在，厝边讲嫌犯是在地地主，太太是建商，社区2栋楼拢是因兜起的。佮讲嫌犯是孤囝担任工地主人干工，害妈妈2个查某囝住伫社区的6楼。毋过妈妈年岁大，有失智症。平常时住伫台中的老爸上班趁死的时，敢若伫后生的面头前讲话甲侮辱，嫌犯毋甘妈妈都甲害死。就电费设定在各户里面啊，然后但是他就少了他那一户，比较自私，比较不来往，对了。命案的第2现场有有封锁线，因为2栋大楼之间有相通，嫌犯为着避免互看到，挑工自另外1栋大楼出入。目前警方已经审问过嫌犯的查囝，嘛将嫌犯的妈妈交予社工组后续的安置关怀，都是无希望互4大人知影消息，搁受到第2摆的伤害。